的求出是由哪两个大素数相乘得到的？在将近70年前，由13位最顶尖的数学家合作，并以多台计算机，花费将近2年的时间才算得此大数。上次你说解题软件是不是？当时只有1台计算机分解此大数，将花费将近2000年的时间，遑论人类自行计算。老师，你讲的题太深奥了，我听不懂，所以我就用这个解题 APP 来解题，答案一搜进去就出来了，而且它里面还不止这个解题软件。虽然人类和计算机比数学有些不自量力，但是我相信你们2个都是很有潜力的年轻人，所以我决定将这道题的一半答案公布给你们，试试看解出另一个大素数。没意思。对呀，你终于说出广大人民的心声了。隋月，你不许再胡闹了。郑老师，如果我用欧几里得的辗转相除法的话，在已知几个大素数的状况下，应该会更好算一些。你说的很好，欧几里得的辗转相除法正是 RSA 很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参加的是密码社，从第1堂课到现在，都在算数学，一个密码也没解过。这个 RSA 加密演算法本身就是密码学的一种啊！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？那些经典的替代式的密码，你和陈浩轩太简单了。对陈浩轩当然简单，我又不是他，一个普通人怎么跟一个数学机器比啊？你听清楚，这不是考试，我没有让你去和谁比。你和陈浩轩都是非常有潜力的孩子，老师只是希望你们上课在算数学，社团活动还在算，而且据我所知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也不比这个，学这个有什么意义啊？下长按。算了，今天就到这儿。